欢迎乡亲继续收看1989扫动的理想，台港中30年民主路的特别报道。即卖整个亚洲的华人世界，敢若像台湾，也阁保有完整的自由民主。到伫个6四满30年的时阵，当年天安门民运的人士以及全球各地学者，组织伫个台湾举办一场大型的研讨会。因为两花三地只有伫个台湾，才会当互每一个人无受限制，自由自在讲想要讲的话。台湾这个华人的民主的堡垒，经历过异国的殖民、专制统治，却伫一届搁一届的冲浪当中，不断来蜕变，开出一类一类的民主机会。但是面对列强窥视，台湾的未来好去好强，搁要怎行出着家己的一条路呢？咱继续来探讨。依照目前的国际情势，台湾的地位是一个应该算是从我出生以来，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历史时刻。因为花寿命很短，任何以花为名的运动，我们都要期待它是来一下走一下，来一下走一下。我期待它会再来，它会再开花。我在香港很怕这种车。我在深圳逛了一个晚上，到火车站坐这种车。你现在想起来会很害怕吗？梦见那几个人是在旁边是可能是绑架嘛，绑架我吓了一跳脚。这是林明基留伫台湾的最后一天，伊要去移民署申请签证延期。目镜下眼神有彷徨，嘛有恐惧。林明基紧紧看这个服务台，心内真不安，唔知是核准还是被放管。先生，这是您的入出境许可证，要记得这边有个消息7月25号。对，7月25号，在那之前都是 OK 的，好吗？谢谢你啊。好，不会，不会。结果怎么样？开心吗？开心。林明基为什么离开香港，逃亡来到他乡？2015年10月，伊向被消失迄段经历，捌登上国际新闻版面。洗脑啊！最后写那个回国书，在关了5个月那个时间开局放的时候要写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要为国家服务，写这些，洗脑。关于8个月到即马依然会惊。林明基伫香港铜锣湾开册店，部分政治评论类的册，和中共当作是禁册。伫无疫情的情形下，伊甲册店的另外4名股东甲关系人，前后伫深圳、泰国、香港等地被掠。有人被收押，有人下落不明。当时这件事件虽引爆香港人上街路抗争。出版无罪，出版无罪，你波去咗邊？張曉明站出來。香港人煩惱講，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會變調。後來林明基被放回香港，伊公開收押期間，身家性命受到威脅的恐怖經過。分刚跑过来坐下，他就问，我们去那里儿子家好的，打电话，问我什么一回事。我问他不关他们的事，为什么要找他们来？这是我妈妈70岁的生日。70岁生日？对，我是带她到无锡去玩。另外一个悲伤的故事是李明，2009年来自江苏带台湾人嘛摕到身份，后来因为发表文章学了台湾的选举，伊的微信虽被注销，伫中国的网络活动嘛开始被监控。接受访问的5天前，因老母过身，李明坐飞机等于中国要奔丧，却伫个飞机落地后被禁止入境，遭受遣返。
伊只能过海遥祭，祈求因老母若是伫天上有知，会使谅解安生。我只是说，如果有来世，我还要做你的儿子，但是会更孝顺。这个是，对，这是我们住的地方。对，哦，是谁让你们住的？啊？谁让你们住的？我们的一个朋友做中作家笔会的一个前会长。哦，免费吗？对，被你先生。哦，来，请。伊其人士来台湾寻求庇护，要有颜克芬加刘欣莲。良民证在身上。在身上看到。这个。 2019年1月，因为泰国转机伫桃园机场跳机，以国际难民身份生活125天。当时孤立无人援助，刘欣莲心脏血管疾病举起来，跋涉为师，甘愿客死他乡，嘛不愿回去中共。当时我们感觉到受到很大的威胁，要被强行押解出台湾。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， 我刚好呢，血压不是就增高到230了吗？我刚好在服用这个高降压药的同时，我就把1瓶降压药全部的吞服了。就是说，用此来表示，我宁肯用生命，就是说我死也不愿意离开台湾。 华人民主书院跟香港的基隆会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趟的6·4事件30周年研讨会。六四天安门30周年前夕，各国媒体陆续到台湾，来自世界各地民主斗士做伙，包括六四民运人士、香港泛民主派主要的角色，以及各国专家学者，大家关心台湾这个亚洲华人地区。 为要会使讲出心内话，民主堡垒，要哪挡中国这个强权，敢有法度坚守立场，大明大放？你们面对的大陆，现在的主要威胁还不是武力犯台，而是他对台湾各方面的渗透。我不是吓唬你。共产党，尤其是最近习近平，他提出来我们是。 中国特色的这个，中国特色的那个，好像把中国文化给特色化。但是台湾是个最重要的反例，台湾在那儿民主很健康的一个公民社会，正好是那种说法的一个最明显的反例。打造共同市场，共享祖国大陆发展机遇，能够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巨大的好处。台湾9合1选举结束，执政党大败，部分台湾选民认为，面对中国的崛起，变成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亲中也是认同一国两制，会使当作台湾民主发展的选项。所以民主当然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不能说一个社会不能把经济发展放到压倒一切。就中国模式就是这个，他说把经济压倒一切，经济最重要。可是这是不对的，任何社会走上这条路，这就叫邪路。对，我希望台湾不要走上邪路。他们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渗透跟影响，让澳洲、美国、加拿大这些所谓老牌的民主国家，开始都要建立去强化他们的法治，防堵中国红色势力的入侵。被中国威胁的、渗透的最严重的台湾，怎么可能有本钱完全什么事情都不做？